较我的，你会使较我的，你会使较我的。想我啦，想我啦！请问台中名产老婆饼，伊这个号名的原因是啥物？台中人哦，有哦。多一个。是啦，应该无定定转去啦。我刚才太阳饼了。啊，刚才太阳饼，来，看这个啊，应该 C 对吧？干嘛 C 啦？哦，师傅摕来做品类，确定哦，哎，应该是啦吼。是，确定，咱就爱甲试落去去。来，机会来啊！紧的，是 A 还是 B 咧？是，即马剩2个啦，剩5秒哦。是，好，阮就直接讲哟。嘿，我们感觉是，我觉得是 B 啦，我是感觉是 B。嘿，师傅的某做的，确定？确定哦。无确定。啊，毋过感觉这个答案较好吼。可以啦，那我们大家我第四个答案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师傅的某做的对唔对？这当然，这个音本来唔是台语的这个词啦吼，就是讲老婆这个啦吼。啊，若准讲老婆吼，准讲你要甲读吼，要用台语音来读是，唔是读做老婆哦。老婆唔是哦，是读做你若要读啦，就讲照字读是老婆哦。啊，因为老是表示足厉害的、足老的迄个意思。嘿，啊，当然啦，咱无咧用这个老婆这个词啦吼。啊，这个点心是对这个潮州啦吼，的一个师傅因某。摕迄个伊家己做的迄个煎蛋月角即个物件吼，来分其他的师傅食。啊，大家拢感觉足好食的吼。啊，怎啊落尾因就甲即个煎蛋月角即个物件，甲放落去迄饼内底，啊，佮改良过，啊，才变做即马即种饼安尼。